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最近是亲走地方，甲选民来博感情，搁来准备着元宵的小礼物送予选民，咧宣传着反罢免。其中有一项小礼物是明年的破烂，后民众发现是淘宝的中国货，恐惊阁是盗版的。经过有人直接甲迪士尼的总公司来检举。徐卡心讲，伊确实是伫咧淘宝购买，因为同款的产品伫咧原产地购买上便宜。伫元宵节进前，等下到山区陪选民食营养。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伫休会期间，正过来走地方行程，甲选民博感情，佮送文宣小物抵抗罢免。徐卡心伫面册打出宣传的相片，河南个是个彩带绑伫透明球顶悬。是讲有民众摕到了后，批评讲这是用塑胶做，伤过粗糙，直接等入去粪扫桶内底。那安尼，别人四菜鸟佮抛出着另外2款，都也是面试甲明年的。讲这应该是伫中国网站买的，这个敢有版权的问题？请徐立伟，他手法可能有那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，他送这些东西给民众，你觉得民众会买单吗？对于这件代志，徐卡心回应讲，这个物件确实伫中国网站买的，因为伫台湾买嘛是对中国进口，继续电脑较贵，不如直接伫原产地买。是讲面册美将专业八卦战术也发文章，表示迪士尼已经收到检举批，而且佮将圣经翻译的内容打出来。原来严格保护智慧财产权，而且监视对台所有技术侵权的举报，落尾佮签名，发到迪士尼公司发布报。徐卡心送小物宣传，伫中国网站一个大概是7块的新台票，符合礼品的金额袂当超过30块规定。也毋过，如今嘛引发到敢有侵害版权的质疑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